去年9月，郭兴正就已经按铃控告过前国民党立委罗淑蕾伪证罪以及变造证物，甚至还拍摄类戏剧，在脸书粉丝专页 PO 出多支影片，直指害死李欣的人跟罗淑蕾以及国民党立委黄昭顺脱不了关系。影片推出后引起网络上热议。影片是谁摔死李欣？主持人盛竹如，李欣坠楼跟他们有关吗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模拟蓝色蜘蛛网戏剧，还创是谁摔死李欣粉丝专页 PO 出许多支影片，里面有李欣的前女友郭兴正访谈，还有监视器画面，以及找来律师背书，试图还原一切经过。影片是谁摔死李欣？郭兴正 vs 罗淑蕾。刚刚那几张支票照会过都没问题哦，没问题啦，我负责啦，你叫我背书都可以啦，我照会过了。公布罗淑蕾当时在当铺影片，直指罗淑蕾是政治迫害，才让李欣轻生。时间回溯到2013年，郭兴正说自己帮审计律师邵东沈佳宁赎回珠宝，但最后却遭控诈欺，并且里头还牵涉前蓝委罗淑蕾以及蓝委黄昭顺。郭兴正甚至还拍类戏剧影片，大手笔后制，找来盛竹如说书，点阅率至今已经累积879万次观看，更超过10万次分享。透过网络效益，让李欣死后依旧是话题人物。李欣前女友郭兴正，2018年9月28日，罗淑蕾如何变造证物，让真正的当票成为伪造文书判决的依据，换来的是长达4年的所有对李欣跟我的谩骂抹黑。去年大动作按铃控告罗淑蕾，郭兴正拿着当票前往法院，现在更在脸书上 PO 文。22号上午11点开庭前，我和盛竹如同样会在法院门口开记者会，并同步要来面对民众。郭兴正要证明害死李欣的人不是自己，目前尚取得郭兴正回应，但万没想到，担任配音的盛竹如居然也遭到威胁，让隔日的开庭更受瞩目。